妈妈早晚安，今天是您好导读还是？是的。痉挛前言呢？今天是后学导读，因为原来我若到台南去的话，就请他导读了，但是因为留在花莲压台风没有过去，原来是这样，好的。那现在时间到了哈。对。时间到了哈，好，那后学现在就开始喽。点成师、领任、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全贤大德，大家晚安。晚上由后学来学习导读。恭诵济公活佛救世真经第一遍，济世群生造3000，公正无私可达天。活用真经传万世，佛法无边化大千。真经应运出，灾消解除大道尊。修身化世立功勋，88圣贤记，佛圣先真发慈悲。德泽群生得光辉，东来紫气展，普渡三朝开妙玄。应身下凡施天然，中途有缘分，继往开来万八春。白杨逢运道现存，青红运已盈，阳光普照道德扬。万般咸养运大同，家家佛光照，灵山如来尽关照。无师指点路一条，千经万典有，未闻真经说因由。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泰白杨运，佛经说破朦胧云。止语至善离苦轮，26手一，武器桃园一骑飞。莲花座上会丹池，尊者本罗汉，丈六金刚照世间。济人请示归一安，心明善男女，经文悟透莫迟疑。受师点化脱苦汁，邪治中庸病，心诚把经奉佛名。一切灾殃化作尘，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。应运开泰万象灾，善智慧朗朗，立身行道内外公。理政事民天下通，古今谁无错？过误但改入善科，科成过后苦海逃。士农工甲，至心常念福德高。阖家平安万事和，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。奉行真经脱苦轮，心诚前拜诵。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祥。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颠。万病解却孽不残，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秽是安宁。福禄前缘亨利贞，诵此活佛经，福慧双增长。诵此活佛经，子孙得安康。诵念活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复。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吉。若为父母诵，父母得长寿。若为亡魂念，亡灵得超生。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。全家老幼同声念，老幼保安康。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。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。真经广布十方界，
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九六众园林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而却除邪魔，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，福无边，老幼康安寿延年。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，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古佛，十叩首，一叩、再叩、三叩、四叩、五叩、六叩、七叩、八叩、九叩，十叩首。恭诵济公活佛救世真经第2遍。济世群生造3000，公正无私可达天。佛用真经传万世，佛法无边化大千。真经应运出，灾消解除大道尊。修身化世立功勋，八八圣贤记，佛圣先真发慈悲。德泽群生得光辉，东来紫气展，普渡三朝开妙玄。应身下凡施天然，中途有缘分，继往开来万八村。白杨逢运道现存，青红运已盈，阳光普照道德扬。万般咸阳运大同，家家佛光照。灵山如来尽关照，五师指点一路一条。千经万典有，未闻真经说因由。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泰白杨运。佛经说破朦胧云，只以至善离苦轮。26时守一，武器朝元一气飞。莲花座上会丹池，尊者本罗汉，丈六金身照世间。济人行事归一安，心明善男女，经文悟透莫迟疑。受师点化脱苦汁，邪治中庸病。心诚把经奉佛名，一切灾殃化作尘。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。运运开泰万象灾，善智慧朗朗，立身行道内外公。理正市民天下通，古今谁无错？过误但改入善科，科成过后苦海淘。是农几公奖，至心常念福德高。阖家平安万事和，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。奉行真经脱苦轮，心诚前拜诵，灾消解厄离苦障。逢凶化吉定真祥，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颠。万病解却孽不残，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秽是安宁。福禄前缘亨利增，诵此活佛经，福慧双增长。诵此活佛经，子孙得安康。诵念活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步。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己。若为父母诵，父母得长寿。若为王化念，亡灵得超生。
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，全家老幼同声念，老幼保安康。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。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。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96众园林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而却除邪魔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福无边，老幼康安寿延年。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，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古佛，十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，十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护疾毒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苦言虎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头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，自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护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莲弘法显神通，扯起照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亚弥勒尊，吾皇赐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宗，来往照下真元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你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
王良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咱劫内这种音每个寻人干路要背径，出来。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南元无天太保元阿弥陀佛，时空一空再扣三空四扣五空六扣七空八扣九空10扣手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你，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姓氏徐月英，姓女洪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致导，正持昭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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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恩上天慈悲，感恩点传师、领任、副领任各位组长、各位前贤大德。晚上后学习导读到这里完毕，谢谢。读得很好，很棒。感恩，再见。感恩，谢谢简妈妈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，还有各位前贤大德们一起诵经回向。晚安。晚安。简妈妈晚安。哦，晚安，徐讲师，感恩。简经理，晚安，感恩。晚安。很优秀的前贤，晚安，感恩啊，目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。姜老师，晚安。吴组长，晚安。感恩目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